来的请安大人，把他们渡过吧。小民是捐赠前来求见请安大人的。你见他做甚？大人，正光上了无依无苦表，黎民百姓苦哀好，举这两官高不下，为什么日日不见分法道？原来是最近一股屯官们，竟将两官分了。这本船长王法挂名高，得谈生命测不到，当愿的请问大人来说，真昏官举这明日见啊！走，大代刁民，你无言论语，可有凭证？大人。最其团长一事，已是承担养你，夫人不孝啊！不是，周记乃朝廷命官，你竟敢诬言于他，年已错案，本在酒，下至贼58道，定罪拿你问罪。去吧，大人，来人呐！刁民屠了下去！大人，好过！怒声。下的真胆量，我私下退赃尽要报，心情我一路扎根到南京，正帮推官吕某，他心国长征3把虎，铁面无私为王高，走，这名根本把他高啊！就是头上不撒毛，看来凶多极为少。觉得我心慌意乱，是惊动了。
你孤正有冤仇在身，并以赃官虚告。正常。这长子件件是真，是真，事事不假。不假。大代要你竟敢轻举妄动，来路无告。来呀，扶下去，宰了起来。你从实招来，此场哭事诬告。大人，并你乃出家之人，理应自卑为本，道义为重，怎过藐视王法诬告他人？此次你从何将来？大人，用兵啊！
你就说，你只管放心，本官一定与你做主。多谢大人。来呀！来，将他代为赴约，听候发落。五霸将继承，不就是这位金额大神的父亲吗？嘿嘿，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！十年古今起浪花，这场子好事救民亡不少，可怜之恶。不许嫁我走云家乡平天王，有了他不怕激情来紧张，有了他走进我不怕有无山，因我的佛是天宝云，气得我心里是开了花。哎，这一件事非紧张，需留心，弄得不好要掉脑袋瓜。
天上高夫君。将军万把天上高夫君。就见定有阴影。哦，齐大人，周大人，请坐。谢说。周大人，深夜到此定有公馆。哦，齐大人内下警察，一路风尘，十分辛苦。明日下官得备水酒与大人接风。周大人，灾民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还是把接风酒的剂量施洒去灾民啊！哦，大人真是有国有民，下官理当要有。大人，你明天不是还要出访查困吗？下官已为你准备好酒水出马。周大人，我此来来见，操了你不少的心啊！他年少气盛，言之锋利。来决定了他初出茅庐十胜利，我顺风踏步再相依。齐大人，你此番奉命出京，亲临在地，黎民百姓对皇上真是过恩不尽啊！齐大人，你此来南京，看来灾情能解，这灾民有救了。我
来见，这罪人就可见了，这罪名就有救了。有救了！周大人，我初来见，臣的身说，或是周大人上至条例法令，下至灾民疾苦，实要见灾人救灾民，到现当在周大人身上了。任凭他一时多生气，啥事叫他把头低。大人，刚刚到了天无完了，真气乱尽聚在花，思想起你就盼望两地夫一好忙。光阴去在是绝户，下过自个无光。既然早把在平生，暗中得救心了了。无来百姓4月里所发的万担粮食到哪里去了？5月里不来的巨款又到哪里去了？既然征集粮款早已发放，为什么思想百姓却要搞你吞赃枉法？不知何时铁证之山，乃到的万象地来？我才。哈哈，记得谁？常言道，就在于子也心情，官在难免有作弊，只怪我一时糊涂，气死了。女在手中难无比，巨大神啊，留条血路让我走。此恩此德永铭记。什么？要我娘掉后路？请大人高抬贵手。要我高抬贵手？是啊，走进。
上对你安无良，万物都是在高岗，生我到中国，我愿人民共度万难尽灾难，本性天老兄弟，灾民口中去得了，万千生灵早都叹，经过恶劣难可了，怎个办法？才让家人离空家？自古学难又学长。大人，刁民告状，被扣轻刑啊！大人不信，我这里也有一张账子，大人拿去一看，便知其中奥妙。大人，大人，此账事关重大，你可千万不要丢失。大人，请问大人。
沆瀣人气，风景啊！你好比是茶几，我好比是我意。茶几我以两相宜，月佛东向云安东荡。这一期，皇上早上总容易，我也苦靠着你，步步高升上阶梯。大人，此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只要大人有情，下官绝不负你。高丈人言在此。哎呀，大人，你只管放心，我已经将他代为扶摇于卫生阁前，万无一失。哦，速去把他带来，明日我要亲自审问。进去。
进去。
家待你可好？老爷和少老爷待我亲自一家尽忠事上。你来我家有多少年了？整整20年了。你怎会来到我家？老夫人生下你儿，为老身前来侍奉少老爷的。你来我家离开过吗？没有。我有一时当问，你要与我同在家来。只要老身知道，理当禀告。你与刚才的那个尼姑相识吗？不相识。过去认识吗？没有啊。我这里有张账子，你拿去看来。是。金花吃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但是娘，你来我家20年整，难道这18年前的事情又不知道吗？你与我讲。少老爷我。我实在不知道，你家老身怎么会对你好此次亲戚。这张诏子定是暖清府尹周瑾为逃脱在这作一事件，沟通岳云爱要你李玉松前来诬告我父，实实的可恨，实实的可恼无言。哎呀！人有吩咐，命你带领兵丁，在今夜天黑之时，长生不败，去到岳云安将那妖孽李玉松处死。明日带成都来见。是。
想求人的。那就请先生到饭店去吧。哦，已经拜过人，求过天了。但愿先生发誓如意。唉，先生因我长堂。是太啊！见官大人来问君，看来高官心也明，家有三国得生父，我带来问中求成名，谁知得了不下天，都将我文化希望挂里。跳江涛腾，得与声，怀满情爱是青天。我深愿报仇红世人，想不到菩萨四顾下天，倒将我是心非心。是高非高，你可不理。看来不成不与理，你不高勉强不领人。那可有理吗？不可心言。想到高就成名，可就是多少心不共相成。天女学我早不赢，菩萨真为父爱敬，他也真不谢人灵。心不求人如何用？凡想祷告，是迷是心，偏是谁？我这里死掉前世大长高，来一个师兄师姐，是后是佛，是山林。不管你先生信不信，此章定然告不真。师太你话总是有野花山，南方彻夜来知名。出家人朋友自开心，
把你父母都相杀了。儿啊，你睡够了，父母不在身边，你自己要多加珍重啊。母亲，儿不是很好啊。儿啊，昨夜不见娇儿归，为娘子花地位，大兵临界落花尽，一人城门千把围，千把围盼儿归，夜夜梦中常相偎，相儿只觉独身难，夙愿与世真醉。弟弟，我也子三人千里外，何让伤心难安慰？只言王命在日生，一时难把故相归。一些江南同乡去，常常去好人不相陪。父母见儿连高兴都来不及，何曾挂在云里？我儿真不会是个小子也。我儿是本城万里金须才，高知凤凰腾光辉。凤凰我毕竟心里苦在背，今日忠臣东阳城，我知恩报恩尽忠孝，早与美名全在位。我一家荣华富贵以后，好花不谢长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儿啊，弟弟母亲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定是暖夏侧旁，烈日操劳，身体不适。杨妈，杨妈，快将我儿搀下去歇歇片刻。细心照料。老爷夫人在上，下官这下大礼存备了。你是阮经府尹周琦便是。哦，是府尹大人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说。啊，老爷夫人，你们此来论经，父子对叙，真是共享天难之乐啊！老大人，下官在此恭喜你了。恭喜何来？请问大人，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今日妹夫在瓦曹军，正乃当今一位栋梁。此番他心中长远，身上又封他为江内靖安，真是平步青云，节奏无量啊！你们几门出了这样好的一位盖世英才，老大人真是鸿福齐天呐！不孝之子何足挂齿？现在
老大人啊，古语说得好，福为无之所依，无为福之所迫。在这凡事事宜之事，还需小心征询呐。此话怎讲？此话不是下官应当讲的，就此提醒一句，还望老爷夫人小心为好。下官告辞了。且慢，实在听府尹大人话中之意，屏蔽登言之词。但望府尹大人才应相告，老夫感恩不尽。哎呀，要是警官大人挂罪下来，那下官可却对不起呀。府尹大人怎不放心，但讲无妨。此次用下官，这也相告。18年前一番伤，一对夫妻返故乡，风到落女无法讲，过了乡，遇上高者大武将，乱比赛女斗将，谁得今日见着枪？那道这是因为陈贵不孝，岂知道世上难有大英将？今有人长子告到警官府，那杀人贼。那杀人贼他是何人？那杀人贼么，就是你举门老高旁。我从不此事，从不此事呀！老大人啊，此案已经三审无恶，却欺负你的了。办法倒是还有一个，有办法怕他讲呢？我来问你，他是几亲何人？他是继亲之父啊！你是几亲何人？我乃继亲之母。这就好了。事过到我有至亲终难退，更何况身非草木，所能无情？那几亲自必是铁石心肠，你人生只要从姑娘至亲孤寡于他，苦心相求。老大人不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将了么？下官出于好意，还望老爷夫人早作商量，早作作对。下官告辞了。多谢府尹关照。
见喜待年。那一次正好你回着娘家，我就以策划经商为名，半夜到城外500将去拦路。现在十奉一位足球上阵，身带大宝金银，我也是同意去怎么样？就将他杀死。你做的好做出这桩伤天害理之事，害得宋老爷坐狱为难，却出了一场大病。做个清官也真难啊！
请稍等。上街孩子老的老，妹子大是亲的说，一公一丈我手，抓住了大兵心喜欢，几天落雨我忙送上。他兵到上他我送呀还，骑马中间来贯推，名利不下二十全。言既神色，乍听杀气，争取退quân。争取退quân，家救贼民。哎呀！我孙子好家。我掉进了反抗。上天不怕，设定无动作，气得我滚滚滚。浑身发力，冒力我。哎，我怕什么？自从李有所高一压仗，他是拖拖拉拉难做断。谅他是岳母负责生事情，我可稳坐钓鱼呀船。兵大人，暂叫高中人带到。是。从高长城。请问大人，啊，又是你！啊，原来是高长的。请问大人正在写信，你把长子接我，为得我交给他就是。不不，我要面正请问大人。哎，你把长子接我，还不是一样的吗？多谢夫爷好意。请问大人来论记录，是要为民操劳，积劳尽罪，并不在上。你这长子还是给人最高，给人最高，可百姓们熬过一天，有多
苦根，谁犯情人民所托，不仅仅我死不为屈。你还不与我混了出去！大王，你在讲什么？大嫂，
谢谢，明日派人送你回去。大人，百姓们对你寄予厚望，我们罪民的生死存亡，就在你大人的身上啊！子娘，子娘，大王爷有吩咐，你待他进去用饭，饭菜需要好心思。放心吧。哎呀，大人啊，咱一到穷生活，你可千万不要轻信刁民的胡言乱语。大人，我知道你这张病乃是心病所致，下官请你送来的良药，大人服了，定为解药的。大人，周大人，你真想得周到啊！下官理当要来。大人，听说领征大人已来暖气，这下你们全家可以团聚了。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若与我你故里一说，暂告你无杀人一案，可人与领征大人明言。你自己你啊，以我之见嘛，领征大人欢喜而来，又有这么大的年岁，以下官看来，还是不嫁为好。周大人，你怎么多久了想好了？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呈现于你。哎呀，好，不必客气。你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啊！啊！哈哈哈哈！
我已叫
能应用于我，但不知大人所讲何事？理有所言，为是多年不用头也，望你们与我夫妻当面对。我已教，不必动言。去见我弟弟母亲先来，妈，把眼泪擦掉。身体好多了，谢天谢地。
父母既来说着，今日总算看到我儿露出笑容了。弟弟，母亲请坐。弟弟，母亲。大官在京大来忙，王孙金钱人家，今夜花好女园，儿子也见王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真正小人。龙心中轻轻望，不知道他究竟做子干，今夜他不难明我若情，看起来是风中花镜。用言专自下。唐先生，我盼着生儿，官路百里大不见，这真是荣华富贵色也忘。我一家三代天恩之路是大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三杯酒，
爹爹他满心欢喜在郎郎，谁知在路上发长，我要将玉酒看难上，终然是贴在心上被动若云儿你故里有所一动便来。请封大人。弟弟，你外甥是他吗？你外甥是我吗？他问的意思，你是什么人？老夫不曾是你。君臣。李叔，难道你妄想答应这场官司不成？我老实告诉你，这清官大人就是我的儿子。常言道，国不终日朝李纨，你啥事就此罢了，老夫不为亏待于你。你啥事一意孤行，嘿嘿，当心你非我不等，自取灭亡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悔改见过，还要来威胁于我吗？18年前，你奸在妻里杀死我父，也要捉我为妻。因与这位好心的师娘放我出走，我在死里逃生。18年前的成愿，天日早早一真一句，你还想抵赖不成大人，这才是刺死我父的罪证。你被动里有所下去，是。儿啊，你就藐视了为父
今夜你就是孩儿唯一亲人，儿一定把我孝道侍奉母亲。母亲，你放心，就是。先生。
何罪之有？请进安大人明言。身为来京入命，不顾万千生灵，身家生命，团长争取两坤之事，生命如炭，死过平阳。你这样藐视王法，难道还不退吗？还有吗？你往下谁呀？以上所说，你是谁而来的？难道你有七个人都不成？好一个靖安大人，开口王法，闭口赵刚，真不愧为是个清官呐！你对我周记是这样铁面无私，可是你却是明里一套，暗里又是一套。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我。你也不过是一个营私舞弊、欺上瞒下，在王法面前不能一视同仁的伪君子。你血口喷！我来问你，若允我你故立一说，暂告你无杀人有案，你是这样去之的？这样发落，请你在公堂之上当作明言。怎么？你不说话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早知道你回来这一手的大药材，将18年前3等班提升大药上来。我养了一个好儿子，